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英權阿權妹。亞一博嘅啊，有一張名詞，叫做儀式感。儀式感，講到呀儀式感啊，就同呀節日有關係。接下來有乜個節日呢？就會到來嘅呀西洋情人節，韓國呢有乜個有秋浪過年，呀按到嘅節日啊，都同時有一種東西，按到花。一般講嘅花，做得有當好嘅美食，還做得本大家有當好嘅心情。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花哦，細細個來分享對新婦來嘅一個親口上嘅花藝師來分享，思涵分享。大家好，我係新竹新婦嘅邱思涵，今日當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哇，分享思涵親口上，來到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你係新竹新婦嘅行業，錯冇？啊，到了下轉到烏卡轉到新婦自家創業，開一間花店。有幾久嘅時間呢？3年。哦啊，其實你一開始唔係學呀花藝嘅，其實係做其他嘅條路。先前係做乜嘅條路？先前係做技創工作。跟當到講嘅什麼都吸引到一個航空的美夢，愛咩石油啊，唔講愛成果唔啦。對，所以頭擺有去做過其他嘅工作。啊，唔過下後就想講來揾一隻行業，自家來創業啊，結果選到花啊，做乜嘢咯？韓國還轉到新婦有的素材。那時候是剛好就是遇到疫情，然後也在轉換工作的階段，就想說還蠻喜歡花的，就來做一個嘗試。嗰陣時一開始係先去上課，先去學，以輕欣賞後呀花，然後是請那個花藝的老師，然後他有先建議我先學德國花藝，因為會比較紮實。因為我是沒有基礎的，所以從比較紮實的花藝可以慢慢的接觸，會比較好。嗰時候真嘅係從零開始，頭擺咩冇做過。嗰時候你講是一開始學嘅時間，就會因為想要創業，還也係講就是你想要培養另外一個興趣，另外一個興趣這種感覺。就慢慢的做，然後也做出了興趣，然後越來越多朋友，還有一些看到我的人，也會想跟我訂花，所以我就覺得好像可以自己來試試看，就等於成就感安呢。對，不知不覺就已經3年了。3年的時間，韓國也3年都係啲新婦。對呀，其實因為我係沒有歷練，嗰時候我就。我知道，因為像台北同苗栗就冇同樣。我知道台北可能有等到花嘅需求，比如講接下來的情人節，就會等到人愛送花。啊，不過其實仲下冇按到愛送按種啲後生人做嘅花藝，年輕人做的花藝就是比較時尚，他現推按用嘅花藝。其實相對來講，新婦同亞太都市比起來，有一些嘅需求會有一點不一樣。越來越多新婦的新住民，所以越來越多年輕人。真的，對，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就還好。哇，對啊，蠻多，就是年輕人也會來，就是覺得新婦有一家年輕人的花店也是不錯的選擇。因為可能頭擺可能就會傳統嘅花店，咩係有啊，唔過係另外一種方向，另外一種方式。對，嗰時候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有請到親口上嘅思涵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而嘅創業嘅店嘅店名，咩當貼片，廣東話嘅好天花市。那我們用客家話來說的話，好天。好天，對，就是客家話好天氣的意思。然後我就覺得這是我很喜歡的客語的單字，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店裡的名字。那好市的話，就是因為我們新埔盛產柿餅，所以我就把花市的市改成我們柿餅的柿餅。氣感沒懂好是柿餅，所以就係讓慶祝一個事情結合做共下好天。
韓國法師法旗，全部結合做用它叫做好天花式，然後又輕代表氣架，輕代表幸福，咩係唔中意嘅東西啊種感覺。嗰時候剛才有沒有講到，其實法也就係一種藝術，一種美感。大三年嘅美感都有些些咧無共樣，啊，唔過啲傳統嘅法語來講，我有伴當多種無共樣嘅風格。比如講，頭擺較傳統嘅可能係日本式嘅啊，中國式嘅啊，可能沒有。啊，唔過家下思涵一開始有講到，你係對德國咧開始學嘅。還有其實咩學嘅其他種嘅錯冇？之後也有學習美國的花藝，然後一些加入現代一點的韓國花藝，所以就是慢慢的去模仿跟學習，然後打造自己的風格。因為自家嘅風格就冇聽錯係哪一種風格，就可能係透過你學過嘅基礎，漸漸去潛，適合自家較會做嘅。較曉做誒，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都也下同大家來分享嘅一盆花，佢嘅主題係乜嘅？今年的主題呢，是以馬年的花藝為主。過年，因為再過個2禮拜就係就啦過年咧。故說看到也係紅嘅、黃嘅一樣嘅感覺。對，因為想說是馬年到了，所以我是用馬身上的顏色來做設計的靈感。馬的身體蛋糕嘅色，比如講可以舉例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我是用顏色來去做搭配。我們可以先看到這一朵金沙菊，對，那我就是上面帶有一些咖啡色跟金色，那也可以呼應是過年使用的一些比較象徵富貴的一些顏色。然後再從這個菊花慢慢的去延伸它周圍的顏色，會打造一個比較和諧的一個花。對呀，用節目嘅方式來同大家分享。唔過我今日邀請到也請後上嘅翻譯師，就來同大家來紹介一個我知道當天片嘅底色，特別影響到花，就會動直覺嘅想講，國外有當到花，什麼鬱金香啊，然後日日都係國外嘅花。唔過其實也按多年來，台灣嘅農業唔單槍種色嘅東西當強，其實種看嘅花沒當強。也像也地度就用一條台灣嘅花，錯冇？故說節目當中卡拉 OK 就會請思涵同大家來分享，有那條當有名，也係講唔知道當獎當貼片台灣種嘅花。在這個花藝上，我們有先使用到不同的台灣花，像剛剛提到的金沙，就是台灣花農種植的，佢係菊花，然後就用再來是貼片色，對，玫瑰也咩係台灣的哦，它的名字是香檳玫瑰。哇，我老多按用看起來種插法很華麗，按用嘅玫瑰會是國外的，係台灣的。對，所以台灣的花農也越來越厲害。然後桔梗，小夏桔梗也是台灣花農栽種的。那這種桔梗它的顏色也會有不同的漸層色。哦，也唔係都唔係染色的，也都係天然佢自家嘅色。再來是文心蘭，剛好在你這一側。對，文心蘭，頭擺印象當中嘅文心蘭可能係就是當單純的黃色、金黃色，呀，色木看起來有下貼片咯。最近就是他們有很多新品種，所以有時候可以在花市裡面找到很多寶藏。呀，真係愛去尋誒，冇咁簡單。韓國喏，台灣的花，還有我們旁邊的火鶴，條紋的也很漂亮。這個樣誒，知道當貼片，因為亞種花其實當傳統的時節，我記得因為我媽媽。我叫春嬌，春嬌佢係當後生嘅時節就當好插花，佢就當接用火鶴，啊，唔過嗰種時就像紅色、太紅色，聽聽單色的。對，哎呀，有按用嘅色，還係按台灣自家種誒，東強，東江，韓國喏，還有這個海芋、巧克力波斯菊，不要覺得它黑黑的，但其實它就是可以在作品裡面襯托出一個亮點。對，而且它的線條誒感覺，就是話它那個輪廓就會很漂亮，因為佢色木它沉，這個也是天然嘅色木。哇，就剛好因為有時候用比較大的花會覺得有點沉重，所以我會加一些比較輕盈的花材，
讓整個作品不要那麼的太硬或是太沉重的感覺。好漂亮哦！我知道壓盆真影不用都不卡，就輕有勾眼勾結的感覺啊，很棒。我每次都也就係實行後上人自家嘅創意、自家嘅想法，一盆差唔多花幾多時間？大概花3個小時左右，包含想還有設計來插。3點鐘啊，不過其實愛插一盆花，唔但像想，然後插天天做一個花藝師，當然還有同到辛苦的素材，愛同大家來分享啊。故說先休息一下，等下倒轉來再個同大家繼續講哦。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呀，咩說係返鄉嘅青年吧，算返鄉青年，還有轉到自家嘅家鄉，自家創業開一間花店。轉到自家屋卡夫婦自家嘅家鄉，我知道也本單就係一件當腔當威嘅事情。今日也喊 TP 來到福起來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過年啊，做得來插一盆花，等下會教大家按用板來基礎嘅插花。啊，不過大家係知道真件太難嘅，太專業嘅，咩分享出節錢，是喊同大家服務來做呀清講嘅花藝。節目當中剛好有講到，味道愛插一盆花，其實除咗愛討價嘅聖木配色以外，另外當重要嘅就係愛用板去賣花。其實也就係花藝是挺辛苦嘅素材，因為去那片前那種花，40幾度上到嘅花就冇賣啊，叫用家曬，當接度到按用嘅情形。就我們腦袋要有一個百寶書，就有時候需要有一些替代的花材，可能就是遇到一些不同的花，或者是我們可以去想一下有哪些可以做替換，就要馬上的去思考，然後有些顏色不對了，也要趕快去把整個花單都換掉。係啊，因為我上班嘅，記得我上一班訪問花嘅時節，個花藝嘅先生就會同我講，你可能就會想講你要做乜個聖木啊，你可能唔是想太多種花，你就先想2-3樣就好。我就想，我愛那種花，那種花，那種花。啊，唔講我設計許多嘅花絲，女服嘅花絲動態，結果我真件全部就行停，我就冇尋到我想愛嘅花，嗰時個小個用解曬，我就選了3項，就2項就冇，跟我用解曬，我就想了當久，就知道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嘅事情。對，嗰時候花藝師咩當家愛腦力激盪。對，也可能是季節的關係，因為花跟植物和我們吃的食物一樣，都會有一些季節限定。所以如果你想要很漂亮的鬱金香，那你可能就需要等到冬天，對，才可以有比較漂亮的鬱金香。那時候花藝師就這個你40幾度，你要有一個圖鑑。對。哇，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韓國你買花，你台地黑地那邊買花？我通常都會到內湖花市買花，因為它就算是整個台灣的花藝集散地，那也是我們台灣主要的拍賣花的那個場地，所以在這邊可以挑到最新鮮的花。不過你會當對新婦來台北內湖買花，再個帶轉去新婦。有時候我會先跑一趟，然後確認我要哪些花，然後再請花商幫我送下來，用貨運的方式會比較安全，因為自己可能沒辦法帶這麼多花，開車也危險。對，所以古時候係搶貨運再個送到你這邊，唔過還係要自家走一走，然後最後到台北來。對，哇。麻煩哦，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覺得很開心，不會麻煩。我知道你真心地嘅愛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對你來講算係你講的很療癒、當歡喜嘅一件事情。對，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哦，有請到呀青口上嘅花藝師，就也他就來教大家用板來基礎嘅插花，剛剛是涵東的影響，咁本來一種講義，你知道嗎？這講義就係我等下會插花會插不多按呢，然後然後特別老嘅花也圖也按到3角形
構圖，對，三角形的構圖法，所以一個哈基礎、哈基本的插法嘅方式。沒錯，就是只要有這個三角形，你的花的作品就會比較活潑，不會都在同一個平面。我覺得這筆記真給他太大影響哎。鼓手，好，我現在會選偷選呢是主花，對不對？對，主花是靠近你旁邊的金沙菊花。金沙菊剛剛有講到也是台灣的花。對。然後其實石行真的很貼心，我現在就很像 DIY 包，有沒有？已經全部給衝突都剪到哎，長度都已經剪好了，然後我只要照這個三角形構圖法，然後給插手戲就走得嘞。對，好，清顯，我很緊張，我現在手在抖哎。先把海綿分成3等份。哦，好。對，那我們前面可以先插短的，這個是海綿，頭前、中昂、後背，這個叫3等份。親前面就是自己你目測嘛，這邊一半，這1/3還頭前、中昂、後背。然後我就先插輕短呢，輕短呢，差不多。第2短，比較中間的，拿錯了，拿唔錯哎，這個，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我們插花的時候，花會有一個面，就像我們人的臉一樣，它會有一個比較漂亮朝前面的地方。嘿，對，所以漂亮的要往前，我們欣賞者的角度。哦，所以鼓手就可能這樣就有一些看不到。嘿，所以我應該要按用插。對，那可以稍微低一點點，對，靠近是嗎？對，靠近我們的花器邊緣，這樣子，沒錯。哦，好，我把它插落去。哎呦，會需要有一點力。那我們插進去的時候，大概深1公分左右。糟糕，我剛剛就插太深了，太慢說了。好，沒關係，插1公分就好。為什麼？差不多1.5公分左右，但不要太深，因為太深的話，海綿就沒有辦法真的給它水分。它還是要有一點點的深度。海綿是提供水分給花，可以繼續就是生長這樣子。鼓手插差不多1到1.5公分，按用給襯圖。對，然後我看看哦，我現在做了 T 的狗，對 T 的狗，現在要來中間的，中間看起來很輕短呢。然後我們的花面可以往上，向太陽的方向。然後用白給聽我的花面要向前面要還是向當狗啊？我要怎麼決定？通常會看你這個作品想要呈現的感覺，然後每一面都要有它的臉哦，每當面都要有看得到。對，這樣你的作品就像花園一樣綠意盎然的。哦，像我們花園裡面的花也不是通通朝一個方向，可能如果像向日葵，它會追隨着太陽，但是在花園裡一般生長的花，它是各個方向都有。哦，就像葉葉盆，你做得看得到向葉片給發，沒做得看得到向後背給發。對，但我們不會完全是背面朝觀賞者。對，側側的這種感覺。沒錯。哦，好，接下來是三角形的第3類花，我插在最後面，就是前中後各一朵。沒錯。然後，完蛋了，那我稍微要向哪裡？你的方向一點點。朝我的話是這樣子。對，但可以，它的花面還是要朝前，就是有一點側臉，看到它側臉的感覺就可以。可以來擦哈。咦，好了，完成了，沒有啦。你像完成的呀，三角形的主花亭亭，然後這裡花面上你還有兩個花，那我一個三角形。對，所以一盆花裡面都得有懂得這三角形嗎？每個都是三角形，像這盆花舉例，這3個也是一個三角形。你說哪3個？這3個，其實每一朵花都把它想成三角形。那不同用種的法妹可以成為一個三角形嗎？沒錯，哦，就是不要讓它在同一層。像它們好像在畫面中可能會看起來在一起，但它稍微前傾一點點。哦，那是他們3個嗎？還是其實這3個你也可以把它連成三角形，因為它有同一個平面。對，這樣子作品都會比較活潑一些些。我覺得要到三角形的可以要懂好只要有三角形，你的作品就不會在同一層或是同一個平面的感覺。所以大類花都會請到幾個三角形，這樣子
哦，好，來迪耶，就不要再同一層樓就可以了。天哪，我忍不住很想要看這個指示哎。好，那我以的3角形呀，不用都親前面。對，就跟剛剛一樣。那這個花我們是用組群的方式。什麼組群？對，組群是什麼意思？讓同一種花放在同一側，這樣子可以增加我們的視覺焦點。哦，不過有的花它會夾個花冠會很軟，比較軟，那怎麼辦？我們就要再輕一點的對它，對，因為你剛剛先插比較堅強的菊花，所以插到鹿蓮這種比較纖細的花材，你會覺得，它好像有點脆弱，對。好，第二呀，中間低筒紅，對，然後也可以像剛剛你朝前的那個臉就很漂亮，這樣子嗎？對，這樣子。天哪，它好軟哦，好害怕哦，這樣子，這樣子。還有第三朵是不是稍微厚一點點？對，這樣子，然後可以稍微碰到那個金屬的框。哦，這樣子嗎？可以。好。呀，這個一天懂困難的事情，但是我覺得呀，其實還有其他嘅動作批法，就把夾到用3角形呢，按用個邏輯，按用插上去，其實就會變做一盆同香的花。嘿，對，壓下時間唔拉定啊，插起可能會良心結束的。啊，唔過今日嘅節目當中，要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3角形的插法嘅方式。韓國其實批色咩係當重要，因為有可能大家去法師冇聽錯用亞種法拿來做主法，可能係愛用其他種法。係講要塗呀批色配色的話，要用蠻來塗比較好挑呢。可以給大家一個小方法，就是從你最喜歡的花開始找。那像我們今天的主花是金沙菊，對，那我們就從它身上的顏色有黃色，一直漸層到咖啡色。那它的莖是綠色的，但它不是翠綠色，它是有一點灰灰的綠，所以我們從它身上可以延伸出不一樣的花，像它可以在文心蘭上面看到它的顏色，然後它身上也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咖啡色，那這個小夏桔梗的外圍也可以呼應到。所以像這個可能就唔會有清層的深綠色，因為可能就是它身上沒有的顏色了。但可以用，不要太多。可以用，不要太多。對哦，但是用你的主要嘅用法嘅項目去批色，大體來講，你先嘅法應該唔會有太動態嘅問題。啊，再個加3角形嘅構圖，你就有機會做得插出清涼嘅一類法。哎呀，有好多毛啊！哦，今日嘅節目當中還有多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進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進到福熙來咧，同大家來分享我嘅作品，按到金馬本田，自己亂取名字啊，唔過又咩愛插的啦，開玩笑，也係家下啲剛剛嘅歌唱當中，詩涵夾夾哦，當殺樹就攞一盆花插好了，有看到冇？大家所愛做定呀3角形嘅構圖嘅方式，就有機會做得差不多按樣，啊，唔過係講大家冇按樣嘅把啊，咩冇時間去請花嘅花。做的是叫請詩涵，也還記到新埔哦，土著廟嘅各位鄉親都做在請詩涵，做在服務大家。啊，古時候講到要在花藝哦，大家會知道也係可能很時尚，當現代當時行嘅一件事情。啊，唔過大家可能有一些冇辦法想象，其實在同日常生活當中嘅一條產業嘅合作腔下，詩涵先前就有一個同特別嘅合作，係同新埔嘅農會，係做同水梨有關嘅花藝。對，那個時候剛好是水梨的休耕期，那他們需要剪枝，要梳那個枝條，是不是？對，他們之後要嫁接。那農會主任覺得這樣有點浪費，所以就想說找我來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它可以再生利用。所以我們就跟罩門國小的小朋友一起去創作了一些很可愛的作品。哇，古時候壓的東西不但就係愛搭配的，就每一個這些枝條都不要了，所以他們就覺得
很可惜，可以再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再使用它們。很棒哎，古时候就帶點聲音呢，有一些的從自家同宿自己 DIY 來做。他們把枝條剪短，然後呢，我們把它插在牛奶的盒裡面，代替海綿。我們剛剛是用花插進海綿，對。那我們把枝條剪短，全部塞滿在牛奶盒裡面，然後再把花插進去。哦，古手機就變做黑一個基座的感覺。你在插花的時候就不會亂倒。好聰明哦！這也是一個方法。對，按用就說在輕完整利用亞的算是農業的亞的某一個東西，啊，不過有同自家屋卡家鄉嘅農產，有一些些咧帶出來，本大家做的熟食，亞的生意人可能沒冇聽錯有接觸過按用水梨的枝條。對啊，哦，他們也覺得很有趣。哦，原來顏色嘅水梨做的有亞東西做的本來插法。當神奇，還有哪個咧？我做青體片的合作，係同伊米亞嘅合作呀。伊米亞大家啲對新埔來講，係當重要嘅一個信用中心，應該對時還沒係。對，我們家剛好就是在義民廟，就是常常他們的那個活動經過的路線上，所以每年都可以看到神豬經過，還有一些陣頭，覺得很熱鬧。開飯的時節，對，那就是在農曆的7月20號的時候，就剛好廟方有找我來做花，那就很容易。怎麼這麼新潮啊？就剛好很榮幸可以就是參與到這一次的活動。對，然後這樣是喺做花對不對？就像他看到的相片，對，哇呀，貴個感覺就有一些沒共用哦，就在嘗試怎麼跟傳統就是嘗試的那種結合的感覺。對，應該吃到東江哎啊，這樣是有鄉親本大概有沒有給你一些回饋啊？他們就覺得很特別，因為也是第一次看到，跟平常的傳統花有點不同。哦，給你去感哦，就是看到你去感嘅花，不用多呀，你米呀呀條錢嘅感覺。很興奮，因為我是透過直播，然後看到我的花在上面，然後很多就是大家就是會經過拍照，我就覺得哇，很開心，很感動的感覺。而且，我看你應該沒懂歡喜吧？家人。對，因為我也有放上我的那個 FB， 大家都會看到，他們就說哇，我有看到你的花在上面哦。還有迄啲自家嘅家鄉，本大家看到嘅安陽嘅感覺。對，其實做安陽嘅花藝，也和差不多賺到不卡做嘅3年的時間。呀，啲同有吃到有一些些辛苦的事情哦。有時候在夏天的時候，花材是比較不容易照顧，所以有時候會覺得比較難跟客人去對接，因為他們可能會希望比較不耐放的花，可是我也想達成他們的願望，就是還是告訴他們可能只能欣賞2天，就是要先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1天就冇辦法啦。我說呀，事情要當創業誒，迄講愛買嘢按獎嘅花，迄講愛插嘅按獎嘅花，愛做到烏卡奇可能又冇辦法不用長久。呀，一般來講做定用班來照顧，因為Andy就是基本上花買做了愛插嘅時間愛恰恰嘅剪那個斜切口，不過插到會面過後，我曾經想過一個問題，敢講愛當意就拿給綁起來，再個剪，再個插下去嗎？我就是常常在想說，算了，我用板給要當問題。很多人這樣問，但其實海綿就是會吸水，所以我們只要把水倒進去海綿，讓它一直保持水分就可以了。有一個想，對，叫我綁起來剪，再個插下去，跟個發就會進來進愛，進來進愛。這種不是，對，只要給它喝水就可以了。哦，給其他照顧嘅方面有乜嘅愛同大家講嘅？剛剛你有講到的斜剪是很重要的，那我們的葉子也要把它去掉，因為葉子會吸我們，就是會分散水分。所以我們如果有喜歡插花的話，就直接插花瓶，每天都要換水，然後再給它一個斜剪，因為它就像我們的吸管一樣，你吸管如果塞住，它的水分就上不去。
所以每天都要洗剪換水是最基本的。還講還擦髮乾那個花瓶的話，如果不是擦海綿的話，就做得了你再個建議都。對。哦，原來是按呢哦，有上次尤其是有桔梗的時候，給水就會動粗，會有點濁濁的。對，會穩。哦，那在溫度上面呢，或者是幾二冰都買個蔬菜，大家會想說，這個花應該冰都有日頭周圍都會蔬菜啊，可以有就凍漿啊。如果是還在土裡面的花，它是需要光合作用，但是我們已經採下來的花就不需要，只要人覺得舒服的環境，花就會覺得舒服。所以你冰到有曬東西，特別蔬菜，你可能會吃到有些的熱。你喜歡吹冷氣，花也喜歡吹冷氣。哦，可能就會有些的糟蹋，就做的就沒辦法不用按灸。哦，好起來了。韓國其實食涵係非常非常重要嘅，都要哈每家被動到客製化。其實也哈動到人會想會做客製化，像是接下來情人節哦，大家要注意哦。情人節啊、過年啊，都有可能會接到按用客製化的訂單。但其實客製化唔單槍會只有人他注意嘅法，其實沒有懂得事情會注意。對，因為像有些很多客人都有養寵物，像貓咪跟狗狗，他們就是很多花材對他們來說都是很毒的，就他們可能吸到一些味道，或是只要有啃到，他們都可能會腎衰竭或者是更嚴重的危險，所以我都會特別跟客人問一下，你們家有沒有養貓咪，有沒有養狗狗，就是會幫他們避開這些花材。哇，按用真好誒，故說按用一個同全方位都注意到的一個花藝師，韓國每天天的弟兄自家做得適合乜個風格，應該啲慢慢啲嘅探索自家適合乜個風格，然後再開發其他的風格、其他的可能。對，故說當期望未來嘅時下還有韓卡度嘅作品，也係講韓卡度嘅課程有機會同大家來見面。今日什麼時涵來到節目當中哦，謝謝思涵，行麼？為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開始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術簽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簽站聽嘅韓國亞樣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